舊約創世記第41章。過了2年，法老做夢，夢見自己站在河邊，有7隻母牛從河裏上來，又美好又肥壯，在蘆秋中吃草。隨後又有7隻母牛從河裏上來，又醜陋又乾瘦，與那7隻母牛一同站在河邊。這又醜陋又乾瘦的7隻母牛吃盡了那又美好又肥壯的7隻母牛，法老就醒了。他又睡着，第2回做夢，夢見一顆麥子長了7個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。隨後又長了7個穗子，又細弱，又被東風吹焦了。這細弱的穗子吞了那7個又肥大又飽滿的穗子。法老醒了，不料是個夢。到了早晨，法老心裏不安，就差人召了埃及所有的術士和博士來。法老就把所做的夢告訴他們，卻沒有人能給法老圓解。那時酒政對法老說：我今日想起我的罪來。從前法老惱怒臣僕，把我和膳長下在護衛長府布的監裏。我們2人同夜各做一夢，各夢都有講解。在那裏同着我們有一個希伯來的少年人，是護衛長的僕人。我們告訴他，他就把我的夢圓解，是按着各人的夢圓解的。後來正如他給我們圓解的成就了，我官復原職，膳長被掛起來了。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約瑟，他們便急忙帶他出監。他就剃頭、刮臉、換衣裳，進到法老面前。法老對約瑟說：我做了一夢，沒有人能解。我聽見人說，你聽了夢就能解。約瑟回答法老說：這不在乎我，神必將平安的話回答法老。法老對約瑟說：我夢見我站在河邊，有7隻母牛從河裏上來，又肥壯又美好，在蘆秋中吃草。隨後又有7隻母牛上來，又軟弱又醜陋又乾瘦，在埃及遍地我沒有見過這樣不好的。這又乾瘦又醜陋的母牛吃盡了那先前的7隻肥母牛，吃了以後卻看不出是吃了，那醜陋的樣子仍舊和先前一樣。我就醒了。我又夢見一顆麥子長了7個穗子，又飽滿又佳美。隨後又長了7個穗子，枯槁細弱，被東風吹焦了。這些細弱的穗子吞了那7個佳美的穗子。我將這夢告訴了術士，卻沒有人能給我解說。約瑟對法老說：法老的夢乃是一個，神已將所要的事指示法老了。7隻好母牛是7年，7個好穗子也是7年。這夢乃是一個。那隨後上來的7隻又乾瘦又肥醜陋的母牛是7年，那7個虛空被東風吹焦的穗子也是7年，都是7個荒年。這就是我對法老所說，神已將所要做的事顯明給法老了。埃及遍地必來7個大豐年，隨後又要來7個荒年，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豐收，全地必被饑荒所滅。因那以後的饑荒甚大，便不覺得先前的豐收了。至於法老2回做夢，是因神命定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所以法老當揀選一個有聰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管治理埃及地。法老當這樣行，又派官員管理這地。當7個豐年的時候，徵收埃及地的1/5，叫他們把將來豐年一切的糧食聚斂起來，積蓄5穀，收存在各城裏做食物，歸於法老的手下。所積蓄的糧食可以防備埃及地將來的7個荒年，免得這地被饑荒所滅。法老和他一切臣僕都以這事為妙。法老對臣僕說：像這樣的人，有神的靈在他裏頭，我們豈能找得着呢？法老對約瑟說：神既將這事都指示你，可見沒有人像你這樣有聰明有智慧。你可以掌管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聽從你的話，唯獨在寶座上我比你大。法老又對約瑟說：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，戴在約瑟的手上，給他穿上細麻衣，把金鏈戴在他的頸項上，又叫約瑟坐他的副車。喝道的在前呼叫說：跪下！這樣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對約瑟說：我是法老，在埃及全地，若沒有你的命令，不許人擅自辦事。
法老賜名給約瑟，叫撒法拿是巴內亞，又將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兒亞西納給他為妻。約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。約瑟見埃及王法老的時候年30歲，他從法老面前出去，遍行埃及全地。7個豐年之內，地的出產極豐極盛。約瑟聚斂埃及地7個豐年一切的糧食，把糧食積存在各城裏，各城周圍田地的糧食都積存在本城裏。約瑟積蓄五穀甚多，如同海邊的沙，無法計算，因為穀不可勝數。豐年未到以前，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兒亞西納給約瑟生了2個兒子。約瑟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，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，因為他說：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給次子起名叫以法蓮，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，因為他說：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埃及地的7個豐年一完，7個荒年就來了，正如約瑟所說的，各地都有饑荒，唯獨埃及全地有糧食。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饑荒，眾民向法老哀求糧食。法老對他們說：你們往約瑟那裏去，凡他所說的，你們都要做。當時饑荒遍滿天下，約瑟開了各處的倉，糴糧給埃及人。在埃及地饑荒甚大，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，到約瑟那裏糴糧，因為天下的饑荒甚大。